主后2022年6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福音的果子。圣经歌罗西书第1章1节到14节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我甲咱的兄弟提摩太写批互住伫歌罗西的信徒，就是甲基督结连忠信的兄弟姊妹，愿咱的父上帝赐恁恩典甲平安。阮为着恁祈祷的时，不时地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因为有听到恁对基督耶稣有信心，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。这个拢是用迄个为着恁放伫天顶的愿望做根据。这个愿望当初福音真道传互恁的时，恁已经有听到。这个福音毋但传到恁遐，嘛传到全世界，继续成长结果子，拄甲恁以前听见，搁真正认捌上帝的恩典，迄时的情形共款。恁有对亲爱的以巴弗学习这个福音，伊甲阮平平做奴仆，为了恁做基督忠实的册用，嘛有对阮讲起圣神互恁有疼心的事。因为安尼，对听到恁的消息以后，阮有继续地为着恁祈祷，求上帝互恁会当对圣神得到逐款的智慧甲理解，充分明白伊的旨意，言行举止照主所爱，凡事互伊欢喜，搁互恁做逐项好事，结好果子，对上帝认捌嘛愈加添。愿恁对伊荣耀的权能得到教育的开力，有耐心通忍受一切，搁用欢喜的心感谢天父，因为伊互恁会堪得分享伊为着家己的信徒保留伫光明国度的福气。伊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甲咱刷入去伊所疼的囝的国度。咱对伊的囝得到救赎，罪得到赦免。当保罗听到以巴弗对伊分享歌罗西的信仰群体的消息，伫圣神的催逼，就为着这个初信的团体祈祷。毋知过了偌久，保罗才动笔写这封批，因为安尼，这是一封伫圣神感动的祈祷的批。歌罗西位置伫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，伫以弗所往东的罗马大道，因为交通方便，是一个重要的城市。保罗毋捌去过歌罗西，毋过伊煞为着即群信徒的信仰见证感觉欣慰。因为安尼，这封批一开始，保罗2摆用结果子来形容歌罗西教会。这个福音毋但传到恁遐，嘛传到全世界，继续成长结果子，拄甲恁以前听见，搁真正认捌上帝的恩典，迄时的情形共款。歌罗西书第1章第6节。当时的罗马帝国用军事力量操控的社会结构，真侪公文、雕像甲建筑物的丰富形象，企图互人误会，掠做接受罗马的统治，才会丰收富足。这就是罗马帝国宣传的福音，伫当时的文化
福音是用来指战争胜利的好消息，战胜对敌的将领会受称作是救主。后来这个字眼拢用来指帝国甲凯撒的统治。若是保罗煞甲哥罗西的基督徒讲，甲帝国家己碰风伫宣传所谓和平富足的福音相比，耶稣基督所带来福音是完全无共的。这个福音一旦互听到，就会伫因的性命结出果子，无需要用军事也是经济压迫来结出果子。对反的，信徒伫实践公义甲不畏牺牲的信靠中，透过因所行一切善事，伫生活中见证逐样美好所结出的果子，因为搁较认捌主，得到坚强的力量，就算会拄着迫害，也会忍受一切。根据福尔摩沙纪事马偕台湾回忆录，150年前来台湾宣教的马偕牧师，带着头一个门生阿华严清华，第一摆远赴家人庙口传福音的时，拄着一阵拜神明的人，因是阿华的旧识。当时拄呾信主的阿华甲马偕徛斗阵，这阵人啼笑裸骂因，阿华袂禁得甲头压甲咧咧咧。马偕就开喙吟圣诗：我认救主无惊见笑，好打干净道理，好打干净道理，称呼耶稣恩典奥妙，欢喜叹伊驾死。阿华也对咧吟，这一个唱一个和，带互阿华有勇气。圣诗唱煞了后，阿华伫受气的众人面前，第一摆见证讲：我是一个基督徒。结果子，毋但是限定伫受洗，搁较重要的是领受顶头生，领受对天、对圣神生的气力，勇敢承认，搁真实见证生命的改变。就拄亲像阿华所做，默想，当我认捌上帝以后，有真来去结果子啊无？当我认捌上帝以后，有真来去结果子啊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你捌命令我着去结出果子，求你互我活出你公义信息的样式。帮助我勇敢做见证，互人听见，经历你的福音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，平安。